同大家分享一款 Office 必備嘅平價朱古力。市面上咧大部分咧都係見到明治啊或者其他貴少少嘅進口品牌嘅朱古力。咁近年嚟咧，日本出 High 超糖嘅同一間公司森永製果咧就推出咗一系列嘅方塊朱古力。カレードショコラ。咁呢款嘅朱古力咧，其實喺香港當期都買到嘅，大概咧係30蚊以內咧就買到一盒。咁呢個系列嘅朱古力咧，有可可88%、70%、焦糖味、榛子味，仲有白朱古力等等嘅口味。如果係中意食苦啲嘅朱古力嘅朋友嘅話咧，就一定要試下呢款88%嘅朱古力。咁一盒咧有18塊獨立包裝，每塊嘅厚度咧我就覺得係啱啱好。咁88%呢一款嘅朱古力咧，一塊先係得嗰28卡路里，咁所以絕對係口痕時候最佳嘅零食。By the way 咧，同大家分享一個咧食慢啲嘅技巧。咁我咧食呢款朱古力嘅時候咧，就會將朱古力咧再掰開細細塊嚟食。做嘢嘅時候咧就冇咁容易咧食下咧就成盒食晒啦。希望大家中意今次嘅分享，下次再見。